亞達威咧係我頭擺讀太好嘅素材，然後我大學對我來講係一個很不像我會決定的事情。我係學表演嘅，亞哈迪咧做主持，所以我以為我會念戲劇系，但是誤打誤撞，我其實是體育學院的學生。亞達威就係我嘅學校，台北市立大學，那它的舊名其實叫台北體育學院，我是念運動藝術系。啊，這裡就是我的噩夢，操場。現在看到的時候，突然覺得好恐怖哦。啊，欣賞就講，好，你先問暖身哦。啊，後總就帶着你跑這個操場，跑4圈還5圈呢。哎，嚇死人，想講，這是下課了吧？啊，後總就講，好了，真是上課，行歐巴的來就已經開了20了，結果這樣膽槍就會跟暖身。一件就係我頭擺真實啲嚟做訓練嘅素材。啊頭擺，你學科我啲嘅導邊嘅上課，下晝3點過後嚟就係你專業訓練嘅時間，你就係按你順便按你行過去做訓練。所有嘅運動員、所有嘅學生係都會按嘅。啊，我大擺行一條路嘅時間，嚟就啲嚟叫。亞達威咧係台北榮總，差唔多係太3、太4片咧。我媽媽嘅身體情形就越來越唔好咧，佢喺去讀高中嗰陣時得到癌症，啊唔過到我大學嘅時節，真係就冇辦法。故所最美嘅人生階段就係亞達威嘅台北榮總的安寧病房讀過嘅。嗰陣時係因為我剛開始喺天台做節目，當都唔曉講嘅客家話，多數係會搶到我哋，因為我哋係我開始愛參加公演比賽嘅時節，就做我嘅欣賞。我真發現到，其實做客家嘅節目有一個當重要嘅意義，就像我係因為有客家電視台有個節目，故所再同媽媽去下戲，然後最尾還做得留意嘅同學嘅回憶。啊，嗰陣時又冇手機嘅，又冇按接使用，故所冇乜嘅幾個聲音，幾個樣嘅，就大朋友嘅節目。再過來就係我呀，訪問當到聲音嘅時間，佢就嘅阿公阿婆離開，佢咪咪同我討金錢去下上節目嘅聲音。我真發現到，老一般媒體冇用嘅係，你做嘅唔係講我幾出名嘅。我給發嘅，給導演看到，你做嘅其實係懂稱嘅，是會讓你一輩子都記得的。就像我呀，看到嘅相片，係咪懂看通、懂感通、懂感謝嘅兩時有去參加啊個節目。其實嘅兩時係阿婆愛同我去，係阿婆結果給我愛故所，周先生阿妹同我叫阿姨上節目。